来看台北捷运今年前5个月，警方接到报案的肇事案件大约100件咯，平均2天就有1件，其中老大人的比例是超过一半。这个月初六伫小人门站就有一个富人人遭碰见，警察是靠一张宣传单帮这老大人找到家属。你今天跟谁出来的？跟你妹妹出来的。那你妹妹人呢？她在家里。富人人精神恍惚，捷运上细细念，旅客发现通报，警方到场关心。也毋过问伊话，伊学白答，互警员愈听愈听无。无一半步，伫个身上发现广告传单，为内底找到线索。你是谁？我家是捷运警察。那你妈妈118人去小站门捷运站。听到囡仔的名，70多岁富人人，一日就有记忆。警员根据传单的电话联系家属。其实为警方统计，今年前5月，台北捷运发生约100件的假碰见，等于是每2天都有1.3件，尤其是中价数量上侪，超过56。对于容易走失的高龄长者，可佩戴名牌，在衣服上绣上姓名、电话，申请爱心手环等。警方呼吁家属会当伫长者的身上挂名牌、衫、绣名、电话，申请爱心手款来预防假碰见。毕竟警政署统计，去年1到10月，长者因为失智症找无路，都有约1500人，甚至当年有增加的趋势。我们看这东西会不会有些很标签化？举例来讲，如果我身上有贴一个失智症，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。如果我是识字，我了解它什么意思，对，那就很少人会有愿意这样做。就惊长者会控制，除了加强沟通，像伫手表啊等设备会当加入 GPS 功能，政府也推出指纹耐用服务，种类是愈来愈多元，都是要推出每一位长者上适合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